早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12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台湾要飞随 BNT 的预防社已经传出好消息，这是上海的复星医药集团昨暗伫官方网站有发出公告，只是讲已经甲咱的台积电、鸿海的英灵基金会、甲如利医药4边签好买卖预防社协议。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半暝嘛伫面册，写讲会当互社会大众一个交代，伊真欢喜。接落来会去确认交会的时间甲数量。一切的程序都在进行中，好，那我想大家对这事情就是静待有一个好结果，那太多的揣测可能无助于整体签约的进行。指挥官陈时中伫11下昼都讲，咱伫咧等结果。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暗时就证实已经签销售协议，将会卖1000万剂 mRNA 新冠预防社互买方台积电、鸿海、甲英灵基金会，抑个如利医药等4方。公告内面也如外界所有期强调，这批疫苗会互买方管好台湾地区疾病管制机构用伫咧当地做。鸿海创办人郭台铭11暗伫咧 FB 讲。真希望会当互社会大众一个交代，也毋过也袂当放松，爱努力随交会时间到交会数量。也讲伫咧接洽的期间，并无带着北京当局任何的指导甲干涉，感谢互所有行为拢是用商业条件谈判的本质进行。另外，对欧盟即马要扭断 BNT 预防社的保存期，但是两讲根据科学证据，就让扭断保存期。负70度的时候，它可以保存的时间一般它是定6个月，5天的保存期让大家就非常在操作上就有相当大的一个困难度。好，他们现在是2到8度可以延长到30天，所以对我们在施打上面就会更方便。对外界一直关心疫苗供应的进度，抑个疫苗当时当交会，上海复星集团无伫咧公告内面讲，即个讲受疫苗生产加供应链能力的因素影响。这边的交易对复星集团2021年经营业绩也个无确定性。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对7月13明仔载开始，会使小可放任一寡防疫限制，亲像是卖食烟，若是有遵守条件，就当开放伫店来食。也毋过有真侪县市决定无要开放，一寡原本打算要放任的，亲像是台南、屏东尾嘛拢揪去。目前敢若剩批湖带条件开放，会使伫店内现食。为13开始，部分行业会有条件未开放，不过各界讨论声音真济。原本对中央指定的台南、屏东、彰化这县市陆续打动宣布维持支援外早。地方政府无共调，新北市长侯友宜呼吁中央爱提出共款的做法。中央在做整个指引，必须要有 gas， 有担当，该决定就决定。看到公布的内容又没有办法一致，里面又有矛盾跟冲突，让执行的县市没有办法做到。真济县市陆续解除拜六暗时9点外，花莲县宣布禁止内容，离岛金门也伫11礼拜表示禁止餐厅内容。所以目前全台只剩澎湖维持有条件开放伫内底食饭。大家也都是非常的谨慎，然后根据地方他们的判断，还有跟地方相关团体，那就经济面、就防疫面、就整个防疫的强度跟它管制的一个谨慎。那做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审慎的判断，那我们都尊重了哈。这个就像放台风假一样，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情况，各地方政府就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段，中央指挥中心都有授权。指挥官陈时中认为，全国一致是一个原则，细节由地方政府来定，中央甲地方爱共同承担，每一个决定爱负责任处理。行政长苏贞昌认为，指挥中心延长3级警戒，不过适度放任，不过有外地方政府要求各行业伫3级警戒范围内爱做到位，这做法拢真好。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国内本土病例豆豆咧减少，前2天的休困日拜6礼拜，一寡景点的访客甲游客拢明显变多，人一多就有人无守规矩。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表示，要加强处理。若伫苗栗，毛民众就是户外已经解除封锁全装入去后人的文化园区。防疫期间，请戴上口罩并保持安全距离。
巡逻警察公布提醒民众爱挂车暗，随着本土病例下降，加上13级别未解封，各地景点陆续出现游客。高雄的基丁老街甲沙坡也开始看到民众爸爸妈妈带着囡仔出来洗街耍水。那案例降到100例以下之后，其实6日的人潮就有慢慢在增加。尤其在海岸公园跟风车公园那种比较大的公园的部分，还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对，不然真的是关在家里，真的是小朋友也会受不了啊。民众希望未解封，也过做生意的人是真期待，不惊受伤害。虽然开始在做生意，也烦恼游客造成互相烧话。疫情还没很那个控制得很好啊，对啊。只是我们做生意也是要加减卖啊，都因为2个多月都没有做生意也不行。病例数下降，互民众开始放松。高雄拜六陆续传出市区也是夜市啊，有真侪人斗阵，也互市场陈其迈表示会重点来处理。群聚啊，这个是取缔的一个重点啊。假如你是在菜市场，这种风险很高，你不戴口罩啊，或者是在夜市啊或市场你边走边吃啊，那这个是绝对禁止。那高雄的景点在未解封之前出现游客标了后人的好望角，休闲园区即阵因为3级的警戒封闭，也过有告示牌暂停开放的日期互打掉咧，最近出现袂少误以为已经开放民众走入去。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今日早起伫花莲有地动哦，这是今日半暝啊3:18分，花莲发生规模3.9的地动。地动的中央伫花莲县的寿丰乡，深度敢若5.2公里。各地上大震度伫花莲县的盐寮是4级，若花莲市有3级，这应该是顶礼拜花莲地动的地动倍。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高温稍热，气象局有针对5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若过昼是爱细日西北风，咱来看温度。今日过昼了后，西半部宜兰花莲山区拢有机会会落西北风，有的所在雨嘛较粗。若对流云系发展较晚，安尼可能尾暗啊，甲暗时拢会落雨。台东恒春半岛因为透东南风，不时会落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伫大台北盆地、宜兰、高雄、屏东有的所在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以上。台北、新北、宜兰、高雄拢有到高温的灯号。拜三开始，因为太平洋的高压会减弱，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到时东风波到位了后，会发展做低气压，天气的形态、温度就会下降，而且会上大雨。镜头来金门，昨昏已经替40岁至49岁金门人注意风险。另外，嘛宣布讲要开放户口伫金门18岁以上，要过来台湾本岛读册学生囡仔会使有效注意风险。7月17就当开始注射，加速咱全台湾上届大生互学生囡仔注射的管期。另外，体温进入体育馆内底注射疫苗，11开始，金门馆开放40到49岁民众注射 AZ 疫苗。官府也宣布，这要是就在金门18岁以上来台湾读册学生，17开始就使来注射疫苗。我们检视了手上的疫苗库存以及医护的施打量能，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宣布，我们会开放18岁以上金门籍赴台就学的学生，来保障我们从金门这一个相对平稳的地方，要到热区或者到3级警戒区去就读的这些金门籍的乡亲。官府规划，即要到台湾本岛3级的警戒区就学，具有金门籍18岁以上来台湾就学学生，14开始就使以网络甲电话有约。17注射迄天，即要找身份证、健保卡甲学生证，也是入学的通知，就使注射。是全台湾上早为学生注射疫苗的关系。离岛里面的医疗资源相对的不足。所以它相对的，只要在它疫苗我们分配的范围之内，做一个恰当的运用，我们都尊重。官府表示，这边疫苗注射完，会国家中央来争取提悬金门疫苗的覆盖率，强化群体免疫力。未来也看中央所提供的疫苗数，也有疫情发展，随时来调整开放注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是来看联合报。全国的3级警戒要2月1日。各家公园、森林、游乐园拢无开放，一寡步道嘛拢关起来。地区野生动物因为无人检查，颠倒因该除封锁啊。全台湾各地头的山区拢传出有珍贵的野生动物走出来乱扫，亲像是台湾山羊啊走去太平山的小火车车头，若张水麻、梅花鹿嘛拢走出来垦丁步道。
拢风吸落来。来关心自由时报，目前中科院正在进行几哪项国防自主的政策，在研究甲制作新的武器，为了保护国家机密。国防部即马是预告讲，打算要定出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的人员申请出国出境的办法草案。前院长也搁有院长甲研发的替代野男，计共1万多人，若是要出国，拢爱先经过核准。离开也是退休3年来嘛拢爱。来看《中国时报》，疫情正热力，国际原物料大起，更提升一寡大宗的资材，起货是比去年同期增加50%。加上欠工人欠甲真热力，叫无人嘛叫无了。新北市政府即马是发出行政命令，讲去年4月15到今年底进前，摕到基础工程建设的厂商会当自动延长2档。按算有995个建案会当受惠，要个上长袂当超过10年。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28个本土病例，各有4个胃病死亡的案例。针对中央预防社登记的平台，目前是开放第9类甲第10类的民众会使去登记来表达意愿。今日开始就要进行审查，下资格民众上紧伫明仔载就当收到简讯通知你会使注射，安尼就当去预约啊。目前政府讲前3批拢是做 AG 的预防社，上紧伫7月16会当开始注射。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较低，在一新增加28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12例上多，佮再来是台北市11例，桃园市2例，新竹县、彰化县佮台中市各1例。主要的一个病例还是在双北为多。那换句话说，这边的隐形的感染，就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就会更多。那当然，他有时候症状起来，或是引发一些家户的感染等等的，那我们就是要严阵以待。另外，也新增加4例死亡的病例，拢有慢性的病史，年龄在40多岁到70多岁，其中案例5339，40多岁女性，有绑架活动史。第5月2日发病，2时住院，2 5确诊，第7月7过身。第案例因5166是50多岁男性，第6月2日开始出现症状，迄天采检 PCR 是阴性，不过第7月5搁再用 PCR 采检，是由阴性转做阳性，第7、6确诊，7、7死亡。为了让新冠疫苗的注射登记更加顺，中央疫苗注射意愿登记甲预约系统，头一波是对50岁以上甲18岁以上第9类的民众来登记，预计7月12日下晡5点进行头一摆收单。符合条件民众会陆续在7月13到15收到1922的简讯通知，有收到通知的人才法度进行疫苗注射预约，上紧7月16就使做。不过前3梯次预约做的拢是 AZ 疫苗。如果您在7月12号下午5点之前有在我们的意愿登记的这个平台有 Go AZ 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您才会进入接下来就是可能会收到简讯的这个资格预约资格里面。另外，对着外界有市的民众想要出国，恐惊要等到2023年。对此，陈市长认为，在疫情整体发展之下，新冠肺炎慢慢变做流感化的可能性真悬。大家安怎在好的保护情况下进行国际交流？若是要等到2023年才有法度出国，那你就歹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8亿例，死亡人数超过40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1例，目前咱台湾是15249例。中国的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已经超过8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513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7万例。来关心欧洲国家杯骹球比赛决赛，咱台湾时间伫头拄比赛，意大利甲英格兰踢到延长赛，嘛是无输无赢。尾仔意大利伫 PK 时以3-2踢赢，摕到历史上第2座欧洲国家杯冠军。
伫比赛的第2分钟，英格兰就先踢入去1球，意大利伫第67分钟嘛有入去1球，2个是平手，一直到比赛时间结束啊，踢到尾啊，因场赛拢共款是无输无赢。尾啊是伫 PK 时，意大利以3-2踢赢，摕到队史上第2座欧洲国家杯的冠军。啊，那顶一届的冠军是1968年。最近世界上的好野人，敢若是真时行去太空旅游。英国的大好野人理查·布兰森昨昏就成功飞去地球的边缘，要体验微重力的状态，伊才阁平安飞返来地球。To all you kids down there, I was once a child with a dream, looking up to the stars. Now I'm an adult in a spaceship with lots of other wonderful adults looking down to our beautiful, beautiful Earth.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dreamers, if we can do this, just imagine what you can do. 70岁布兰森甲其他人最近体验4-5分钟的微动力状态。这段飞行任务是威典运河公司开发的阿轨道火箭动力载人太空飞机团结号，美国东部11早起10点40分出发。3, 2, 1, release, release, release。团结号先挂伫咧喷射母舰下骹，飞到12公里远的时阵崩溃，启动发动机，以超过地球动力3倍加速度向天顶飞起嚟，到差不多86.1公里的卡门线，也就是美国空军甲 NASA 认定的地球大气甲太空交界所在。布兰森因就个安全带套开，体验无动力的状态。We saw a number of different aliens out there, and I think you managed to throw them off, didn't you, Dave? I did, yes. Yeah. I didn't. So, but maybe next time we'll open the door and we'll bring them back. 布兰森比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按算7月20上太空的计划更较早，不过伊讲并无要比赛意思。甚至伫出发前，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也祝福伊这段旅途顺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由美国、英国等21个国家组成的媒体自由联盟发表一份声明，批评国安法打压香港的新闻自由。来关心东京奥运7月23要举行。东京一间饭店，即马传出讲为着防疫，电梯竟然是分日本人专用甲外国人专用，引起批评。来关心越南疫情真严重，当地一间大商投资的工厂，传出有人确诊了后，几啊百个员工竟然是引导工厂的大门赶紧逃走。镜头搁转来，咱过来关心，即马咱过来疫情有较转好，目前一天差不多是20-30例，起起落落。过来有医生就表示讲，即阵啊，除了爱控制社区内感染，嘛爱持续阻挡境外病毒搁走入来台湾，造成新的危机。国内疫苗的注射速度加紧，注射率已经超过12%。不过，这几天的本土确诊案例依然维持在30几例，无明显的下降，也互外界烦恼讲，未来就算真正来解封，社区出现一寡线的确诊案例，已经真做常态。如果有零星爆发的群聚感染的话，我们大概要去检讨说什么措施可以加强。我想，如果能够真的把社区那个感染完全控制住的话，说不定就不会再有零星的个案出现。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阻止境外的病毒再进入台湾。另外，13开始包含电影院、展览场馆才有条件来开放，不过幼儿园依然无开放，诱发家长的怨言。根据指挥中心观察，近2个月来，囡仔去画着比率较悬，0岁到6岁确诊人数有330人。对此，有医师就讲，细汉囡仔虽然画着了后较袂重症甲死亡，不过因的传染期长，而且是高传染的族群，除了家长开放画着，也可能发生互相烧话事件。小孩子不太会有那个戴口罩跟勤洗手的概念，何况他也常会手去摸嘴巴、眼睛、鼻子，所以接触传染啊，或者是飞沫传染的几率都比大人高。医师认为，现阶段囡仔是无疫苗会用做的，所以讲开放幼儿园进前，一定爱做好配套说法，包含幼教老师也有相关的行政人员，一定爱注射过疫苗。囡仔爱上幼儿园进前，嘛爱先进行检查，确认是阴性才法度入学，也才法度避免发生感染的时阵，规群的囡仔拢去画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8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3994例，
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646例，台北市4678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32例，苗栗547例，基隆308例，彰化269例，台中是200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4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249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3994例。这个资料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统计。在第一上大条，咱来关心新北市。昨昏新北市是新增加12个本土病例，也是全台湾病例数上侪所在。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认为讲，以目前注意风险比例来看，也毋是解除封锁的好时机。在13未解封进前最后一个周末，新北深坑老街有袂少游客无法度往哪行往哪食，大家就早咧走。虽然看起来人无算多，暗过甲疫情高峰期比起来，用要无人进行小可有转好。暗过对业者来讲，生意也是无够啦好。上礼拜有来做，他今天有比较好吗？室内5人，室外10人，大概有个10个左右而已吧，没有办法就是以前这样30-40个人让他进去。因为新政策还未上路，店头做生意也是遵守室内5人规范，游客先出来才能够放人入去。新店碧潭虽然是假日，暗过游客无济，只有少数人出外散步。特别未解封，暗过也是凭放任防疫。以新北市来讲，10日增加新冠肺炎本土确诊12例，虽然讲是人数减少，暗过也是全台上悬。在台北某医院，因为发生院内感染陪病就医，受到波及影响的而确诊居住在新北市的市民，总共有6人，一个是在深坑陪他爸爸而染疫，新店有1人，病房在隔壁有确诊个案。增加12例本土个案，有8例甲台北有关系，其中甲北农相关的有1例，2例甲昆林市场有关系。台北病院发生的院内感染增加2例相关个案，这个院内感染事件伫新北市有6人受影响。每天的筛检量几乎都4000，甚至有时候达到5000，假日比较低，大概3000左右。这当中，我们10天里面，我们找到有3天是无确诊个案。等于10天里面有3天是零阳。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为数据发现社区监测控制运行传播链是有效的。另外，新北市通报2例自莫德纳疫苗死亡个案，是不是才是甲疫苗有关系？也搁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台中甲彰化嘛拢有新的确诊病例，因为确诊者拢捌去过百货公司，所以伫台中的中友百货甲新光三越的台中中港店拢停业做消毒。环保局人员伫新光三越台中中港站来回伫喷消毒药剂，因为有新的确诊个案捌来洗家，百货业者赶紧打出公告，11礼拜即天暂停营业。台中市政府表示，这是彰化县新增加的确诊者卡俩，市府接到彰化县府的通知了后，马上就来应变。彰化有一个确诊案例，那他有台中足迹史，而且他主要的足迹史呢，是他在7月7号当天有到台中星光3月来买东西来逛街哈。彰化县卫生局讲，这个确诊个案是一个20多岁少年人，车10采检确诊，CT 值14，病毒量真悬，已经列出家庭，也有工作甲社交相关的接触者。不过因为感染源不明，这阵是继续伫进行疫情的调查。他有很多的朋友哈，其实是跨县市的，本县的也有，外县市的也有。那有一些甚至跟之前有一些年轻人的个案的足迹有一些重叠，这部分呢，我们正在做疫情调查。所以现在担心是有一个跨县市的年轻人的社交活动的传染链在进行。另外，台中是新增加一个本土的个案，是一个饮料店的员工，7月初7报到中友百货洗家，百货业者对车10停业2天来进行环境的消毒。因为7月8号开始有出现症状，7月9号发烧，所以这个到 7-Eleven 自行购买了 COVID-19 的这个快筛试剂，他就做了居家快筛。然后发现是阳性的之后，就直接到这个医院去做采检，经采检 PCR 确诊为阳性。
台中市府初三原本也公布另外一名新社区的确诊个案，不过搁再采检是由阳性转做阴性。为了搁再确定，台中市卫生局甲检体送到卫福部实验室来进行检验，经过 PCR 甲血清检验拢是阴性，最后是排除确诊。记者综合报道。通远昨昏嘛有新增加2例，针对卫生传录系统正出名的公司告密员工确诊的代志，通市长郑文灿是批评台北市政府无随可病例接触者，再造成疫情扩大。后面是实名制，我这边是身份证分流，这是6偶数，35日单数哦。假日天气好，桃园竹围渔港人多车也多，渔会紧急协调人力做好，室内鱼市场分流管制。警方也出动警力巡逻车做交通管制，甲疏散民众。不敢走进去，我们在这边看观望一下，看怎样。也是会怕了哈。对，会有点担心，因为人太多了，都黏在一起。我们内外里面其实差蛮多的，因为人都进不来，因为分流的关系了，所以我们里面毕竟还是受到蛮大的影响。起码每一个人都掉5成以上。另外，桃园10月增加本土确诊个案2例，一个是接触新北确诊朋友，互人扩列，隔离期满采检确诊；另外一个伫台北上班感染源无清楚，医院咧疫调当中。提刀卡针对进前检疫员工检疫，桃园市长郑文灿认为，台北市政府对15108例无及时扩列，也引起桃园台北市这几天拢咧互呛。依照台北市自己的图卡一个7月2号 PCR 阳性，一个7月6号在桃园采检，那这中间前后差了4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当中牵涉到采检值、发病值这因素，双方的做法拢无唔对，只是讲快小可误差。希望互相体谅，各思考如何将跨区联络做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做水电的工人，顶礼拜上班之前，伊去买早顿，买煞全跍伫顶下骹食早顿，互警察开罚单，罚伊3000块，一工拢趁无够罚。卫生局是了解了后，表示讲，若是伊有离别人安尼就会当撤销罚单。水电工为着撇开坐伫机车顶悬的民众，行到另外一边的条仔骹久的食早顿，想袂到无够3分钟，就拄着巡逻的警察落车开单。你可以去申诉，好像我给你注记，你是因为吃早餐拿下口罩，好，那我也就要过来就签名嘛那个单子先收起来。那因为烫嘴炎食早顿，罚3000的话，恐惊一工趁的拢无够罚。警察虽然讲会当申诉，但高市卫生局的电话卡过拢是占线，水电工只好找民代定情，民众嘛感觉安尼无啥合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觉得可以第一次给予警告。然后再想办法，应该帮他找一个是不是有个什么可以解决的东西。尽量都是不吃了，在客户那里面吃，如果不行吃就自己在车上。工人无因社会，三级警戒，互即寡伫外口走动的工人食饭变了真无方便。为着配合防疫，但会当买起来食。高市卫生局表示，处罚会看实际的状况，像水电工这个案件会撤销。应注意，而且已经注意到。而且没有这个人来人往都是事实的时候呢，基本上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举发到裁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撤销的动作。卫生局提醒，虽然国内疫情看起来有变好，但社区传染的风险也毋是完全无，所以一般的民众伫外口也是爱避免食物件，专程挂喙罨，才会当保护家己。记者陈焕武、面交关高雄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即马伫防疫期间，真侪人拢开始家己煮食。要毋过，若是买着海鲜，有的人就是毋知影要安怎料理。伫屏东东港的花桥市场，即马有推出替你煮的服务，只要加纳一寡钱，就让替你煮好，现买现煮，方便佮省时间。这帮我煮一看安怎煮较好食。这煮汤啊？这煮汤嘛？哦，好啊。我要煮味噌啊，姜丝拢会使。看这拄煮好烧烫烫的透抽，是互人嘴软插插的。民众要着正青的海鲜，嘛是会烦恼要安怎料理较好食。东港的花桥市场就有人专门帮你煮，付几仙钱，免几分钟，现炒的料理就烹来2干钟。
已经煮到也懒得煮了。然后因为东港本身就很多很新鲜的渔货啊这方面，然后加上说这边的一些代煮的技术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价格又非常的优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买东港的渔货，然后请在地的店家就是帮我们代煮，真的很方便，而且你只要付少少的钱，就不用这么麻烦。疫情期间，民众时常家己伫厝做料理，毋过煮久嘛是会省，而且有民众袂晓料理，或者是无爱落手，嫌煮饭真麻烦。这个代替人煮食的服务就真方便，要现买现煮，也是另外去买食材来请人煮，拢会使。也通指定料理的方式，代煮的价位都不一定，平均都在50、100以上了。哎呀，要看你的东西，你买过来如果太多，也是要算双份的量的价钱这样。哎呀，现在人都比较少出来了。真侪店头除了互人包转去食，也含外送平台来配合。不过即马佫加上着代替别人来煮料理这步，也是一款商机。加减会当补贴疫情期间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也未稳定落来，所以伫各社区的关怀据点拢暂停服务。伫台南嘉里的理化社区，就正认真地推设线顶的关怀服务，希望互老大人会当伫线顶继续交流感情。疫情也继续滚价，关怀据点的活动拢暂停。台南市社会局为着继续关怀长辈，特别推出线顶活动的计划，内容除了甲时代安怎防疫，也有活动经过的课程，互老大人伫疫情期间也袂感觉到无聊。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我们有放了100多支的一个分享的影片，那这里面会教长辈如何的防疫，怎么样继续做一些健康的一个运动，让长辈在这个防疫的期间，他也不会感觉到就是说很无聊，或者是都没有跟人群的互动。真认真参与这个计划，嘉里区理化社区成立群组，互老大人伫线顶开讲，逐工也有点半钟的运动，因为真趣味，愈来愈侪人加入，大家通伫内底互相交流。因为心息因为有物件要互因嘛吼，因即摆就逐个伊报伊吼，逐个佫较好，因为安尼会当直接讲话吼，做好做歹拢伫咱的手机内底，逐个拢有看，吼逐个伊会介意，颠倒较心息。目前已经有56个关怀据点加入计划，社会局表示讲，若讲有社区想要加入，因拢会来到3工。希望透过这款方式，让长辈伫这段期间继续保持身体健康，也通和好朋友来联络。记者综合报道。那总讲到台南三乡的面对外溢加价，真侪人拢会想到因市的黄金土鸡仔是真有名。即马因个成立加精的工作坊，即马代表加价嘅商品是进入食品加工市场啊，嘛替加工内底嘅收养人会当加一寡劳动收入。明德外溢加工伫台南三乡区地头看空气水质拢真好，收养人饲的黄金土鸡仔一项产品，一到几年时啊，拢互民众甲各机关抢卖了了。即马佫特别开发地鸡蛋，设立正式的工作坊，要来量产。我们这次添购了大型的这个滴鸡精的蒸煮机哈，一次可以滴100只啊哈，那滴出来数量可以到600多包哈，那大大提升了我们滴鸡精的制作量能哈。那日后我们一定会更加用心来制作更高品质的这个鸡精来回馈大家。开发地鸡蛋这项新产品，代表加工的主营产品成功加入食品加工的市场。若对于收养人来讲，会当增加劳动收入，佮会当学习更较侪专业的技术，对未来出家的生活有正大的帮助。透过我们的技能训练，在学习滴鸡精的时候，他就可以提振他自我的自信心，因为他有技术，他出去以后可以发展这个一个事业。不管是黄金土鸡啊，也是地鸡蛋，拢是加工用自身的优势结合企业的技术，才会当顺利生产出来。收养人也拢真认真学习，希望未来会当顺利转到社会做事。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那边有一间少年家，有设计出一套倒仔耍，是小介石斑鱼的特色，也有养殖撇步，希望用较轻松的方式，带民众了解咱台湾的养殖产业。4万起标来，5万、6万、7。一群人坐做伙，你一句我一句咧出价，看起来亲像是在画拍卖。但是斟酌甲看，因是咧算倒仔耍。
这阵屏东那边的少年人用在地渔业煮过鱼，开发一套课程甲桌仔耍，希望让民众更加了解当地的传统产业。我们的桌游设计是根据整个渔民养殖的过程来做设计的，希望大家在没有办法实际上体验到渔民的养殖生活的方式，可以透过玩桌游去体验整个养殖的流程。饲煮过流程伫这套桌仔耍内底一项都无减，有稳定设备、饲料、时稳定定的卡片。透过卡片背后的文字甲课程，带民众入捌煮过鱼的特点，甲养殖的撇步等等。桌游可以让我认识，就是当地渔民怎么养殖鱼类这样，对，然后用什么工具，或是用什么设备。这其实不只是要养鱼，也要顾就是一些成本啊等等的考量，要考量的非常多，非常全面这样子。饲鱼爱顾的美甲有800项，咸水的、正水的拢无同。设计团队表示，希望未来推出属于更较侪乡镇的教育活动，就算无法度亲身体验。透过互动游戏，嘛会当互民众轻松了解在地农渔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库莱亚准备要大出，也毋过因为进前考完花开了无济，若开花了后，调果的时，阁拄着顶个月大雨拍落袂少，农民规档的心血拢乌有去。即马公所要协助农民去申请灾害救助。一箱一箱叫做好的库莱亚，拢是互即阵啊落雨拍落来。农民讲一寡较慢种的库莱亚，即马本地应该长咧大，但是因为落雨，即马拢损失去啊。像即马咧，剩无2成啦，剩看有1成好收无？全部已经了可能6、7成有无？照旧年的啦，了6、7成对。嘉义县库莱亚制作面积有200多公顷，竹叶乡受害面积大约有25公頃。番路乡有10公頃左右，经过农改场甲农饲所的会勘，即个损害程度拢有到40%。有一半的品种较袂落，大多数拢落足严重啦。你像我家己迄10元规丛的200-300包，落剩1-2粒。农饲所表示，目前树仔顶面才会暗生种，大约10以2才会来版，敢会影响到收成，搁爱观察。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即个灾害申请有到救助的标准。等农委会公告了后，受到损失的库莱亚农民会当伫期限内向当地公所来申请。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民间团体崔妈妈基金会统计5、6月份，因为疫情的关系，细厝的纠纷有增加未少，嘛发现有9成以上的弱势族群生活歹过，佮无钱，佮无租金的补助，呼吁内政部爱出面斗相共。疫情所致失业人数增加，崔妈妈基金会就统计，最近来车船做出法律服务的人变多。统计去年6月比较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要提租等等争议的，就对6件增加到63件，9成是弱势租厝者，佮提无租金补助。最大多数的反应还是告诉我们说是房东不准。那房东不准的理由，当然也是因为是税金的关系。那有的房东呢，甚至他租的地方就是一个不合法的地方。早运团体是批评，伫6月初纾困4点控，行政院还是无甲租厝者列入纾困。内政部营建署进前虽然扩大租金补贴到12万元，但爱到8月才通申请，明年初才收会到，根本无针对疫情做调整。你的规划竟然是说到明年的时候才能够领到。哦，那请问这样要怎么救急？要怎么救穷？你明年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已经流浪在街头了。下党派立委嘛要求内政部赶紧提出紧急租厝补贴的方案。崔妈妈基金会嘛指出，自发起弱势家户的租金纾困计划，募款将近200万，目前协助74个案，每天平均20个新案，呼吁政府纾困才是解放。内政部营建署是回应，相关部门已经有纾困补助，对法顶贴。搁爱整体来评估。记者陈阿文调随采访报道。第2文刊榜来看，咱台湾的插画家阿尼莫，伊创作的第2诗的绘本名叫做《情批》，伫今年的普隆纳画展有摕到优选。做伙来欣赏一本有音乐、有声、有字、真优雅的第2绘本。月娘为着一个好对象，找伊消散15、8万。美丽
的到位，加上有感情的文字，这是台湾插画家阿尼莫的作品《情批》。阿尼莫2020年就捌以小婉这部作品，伫插画界真有指标性的博洛尼亚册展得到肯定。今年佫以台语诗为本《情批》第2摆得奖。我跟我的父母，我们只能用台语沟通。如果我用台语书写这个情书，其实是蛮贴近原本的我自己，所以我愿意想要尝试用台语写出这样子的情书。阿尼莫介意爬山参阅土，伊讲爬山看到拢是树仔，阅土是咧看册，所以伊就将这2项物件成做创作的灵感。优美文雅的诗词和画作，嘛互情批伫今年250件参加比赛作品中有出色的表现。The quality of the poetry, the ideas that were there, and the beautiful way the illustrations harmonized with the poetry. 有路的画风，水开的台语，阿尼莫用绘本，互世界认捌这个美丽的台湾语言。尤其情批这部作品，佮找来音乐人廖世贤做伙合作，杀出有声的动画版本，讲出情批的深情感动。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体坛大车拼来看网球界的世界球王乔科维奇伫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决赛，是以3-1拍赢意大利的选手。这嘛是乔科维奇以第6座温网的冠军，嘛是以20座大满贯的冠军。目前伊甲瑞士的选手费德勒、西班牙的选手纳达尔并坐，拢是史上第一。接下来看顶礼拜的体育新闻整理。对手会球冠王球王乔科维奇都伫咧涂骹庆祝伊摕到冠军。温网男单决赛，世界排名第1的乔科维奇面对世界第8意大利选手贝瑞提尼，第一盘先赢后输，互对手伫咧抢击大战胜出。第2盘开始，乔科维奇恢复球王来伸手，若是拢无落分，也有毅力破对手的发球局，伫第3个赛末点摕到冠军。Well, I consider myself best, and I believe that I am the best. Otherwise, I wouldn't be talking confidently about, winning slams and making history. But whether I'm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or not, I leave that debate to other people. 这是球王第2座温网男单冠军，也是个人第20座大满贯赛冠军。呢边瑞士选手费德勒加西班牙蛮牛纳达尔并列史上第1。伫女单的比赛，欧洲球后巴蒂伫咧冠军赛拄到第8种子的捷克选手普蒂斯科娃，经过3盘大战，赢对手会球冠王，伊才摕到冠军。巴蒂2-1的盘数摕到伊个人第1座温网冠军，也是伫咧2019年法网摕冠军了，佫摕到大满贯赛冠军，也是2019年了佫摕冠军的是台湾的网球一姐谢小薇。这是谢小薇第3座温网冠军，也是个人第4座大满贯赛冠军，而且伊3座温网冠军搭配拢无共人。Well, it's always not easy to play in the final, and the opponent will fight super hard, and we all know it's the last match, so we will fight until the last point, definitely. And all the partners, they are amazing to help, because sometimes when I got on the court at the beginning, I was not start very well, and all of them, they were doing a very good job to help, so it helps a lot. Thank you. 伫美洲杯卡球赛决赛，地主巴西对阿根廷，阿根廷伫咧第22分钟，过着名次边锋迪马利亚反越位成功，伫咧禁区正边面对走出来巴西守门员，正脚踢球，球飞过守门员的头壳顶，球入提分。最后，阿根廷靠这粒球1-0拍败巴西，摕到这届美洲杯冠军。阿根廷球星梅西总算突破五尾龙的魔咒，摕到伊个人伫咧国家队第1座大赛冠军。Oh, got it! Got it! Got it! 33! 日本这个选手大谷翔平，这球讲到正边外野超大机的轰 run， 是这季第33轰，是目前大联盟排第7。毋但是8年以来第1位同时以投手加打者入选明星赛选手，也超过先輩松井秀喜，是单季上最好的日本球員。前回言った通り、はい、子供の頃からずっと見てたので。光栄だなと思います。离球季结束一个3个月70多场比赛，一个机会创造大谷奖牌。美国媒体甚至有笑，大谷机会挑战单季60轰。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
再去看世界，镜头来黎巴嫩。黎巴嫩即摆钱是愈来愈薄，物价大起，当地卫生棉计小是起5倍，互真侪富人人买袂起，全改用红蚵仔、肉珠啊，无就是破布。有非政府组织即摆是到当地，甲当地富人人，请洗清气了后，会当搁摕来用的卫生棉。黎巴嫩即摆经济情形是钱变薄，物件变贵，带伫首都贝鲁特的妇女雪玲，甚至连卫生棉拢买袂起。那每次来时阵，就甲珠线商店买互囡仔的尿纸啊，贴做一半来做，甚至用破布做卫生棉。أوقات استعمل شقف يعني أمرار جيب فوطة بقيمة 4000 هي سعرها منا منيحة بتعمل حساسية。黎巴嫩的卫生棉大部分拢是外国进口，发生经济危机了，计小起买到5倍。一包卫生棉做本是2块美金，起到8块6，甚至是23块美金。而且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伫咧贫穷线以下，上清上班的妇女买袂起卫生棉，只好找其他物件来代替。طبعا فضلت إنه أنا ما تجيني من ورا هيدا الشيء، من ورا هيدا الغلا، من ورا اللي من وراء انه انا قد ايه عم معصب من هيدا الموضوع، قد ايه عم عاني انه انا ما عم بقدر جيبها، انه حتى هيدي ما عم بقدر جيبها。贝鲁特一间自线商店的员工也讲，有愈来愈侪妇女拄到灭食困境，就连伊有当时也无法度，就甲店内伊的尿纸啊，摕互伊的3个查某囝做卫生棉。عم جيب لهم حفاضات للخلقانين جديد، عم جيب لهم هيدي الفوطة وعم قلها يا ماما بتستخدميها وبتحطيها. يعني تخيلي بناتي عندي 3 بنات و3 بتجيهم ورا بعض، فشو بدي لحق لهم فوط صحية؟ قولي لي أنا شو بلحق بهيك وضع؟ 贝鲁特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内面，非政府组织 Death for Girls 等团体，就甲当地妇女用布家己添会当一直使用的卫生棉，每一个拢有一个保护套，甲一片吸水的内珠，上久会当用3年。法新社报道讲。2019年秋季以来，黎巴嫩镑对美金是跌超过90%，互当地民众物件拢买袂起。去年8月还佫经过贝鲁特大爆炸，佮加上疫情愈来愈严重，经济衰退，黎巴嫩的社会已经强要崩解。政府有补贴真侪民生必需品，掩过卫生棉刷漏枸杞，引起批评。当地政协团体 Dorothy 讲。经历过美食病情的妇女，有一半是用布纸、卫生纸加破布代替，更加有2/3的少女根本无法度买到卫生用品。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若即个世界嘛有国家亲像是甲钱无咧当作是看作钱。杜拜就有一间咧学赛车的训练班，互学员开高级车，亲像是宾利也是特斯拉。虽讲呢介绍是无俗，也毋过保证讲1礼拜就会当摕到驾照。若伫法国嘛有驾车学院，有一名少年家想要做选手去参加驾车比赛，伊毋若投入时间去做训练，嘛爱开大钱。7、8天的时间训练，就爱开新台票500多万。开车伫咧赛车道顶头走，是真侪查某囡仔的梦想。法国赛车训练学院有一名青少年伫咧遮接受训练，希望有一天会当参加1级方程式赛车。学院对车手的教育包括学科甲术科，所以学员也会兼顾功课。实际上赛道进前，也该用模拟器先了解赛道。Justement, tout ce qui est sport auto, etc., on fait beaucoup de simulateurs. Surtout en ce moment, pour préparer la saison, on apprend les pistes pour savoir où on met les roues, où ça freine, etc., avant de rouler en vrai. 不过追求梦想无俗，唔但爱时间训练，敢若7、8天的课程就要代票500多万，所以真侪学员拢爱找赞助商，才当追求 F1 的梦想。开特斯拉伫咧路下走，正细里捌过要停喺车库。副驾驶座也讲一个人伫咧甲你教，这是一间高级车的驾训班。This is my first day at EDI, and I'm happy I'm driving Tesla today with my instructor. 杜拜这间汽车驾训班，因为高级名车考照课程，学员会当开特斯拉、Range Rover， 甚至是宾利的高级车上课。普通课程是开2、3年，至少要1个月加才能考到驾照。不过若买白金服务，1礼拜就能考到。I chose the Platinum service because it's one of the best,
in this class, and it makes the whole experience better. We want customers to be better adapted to the safety features of the car that they are planning to buy after they get the driving license. 这套白金服务介绍爱代票10到16班，伫咧互人神秘、阁有钱印象的杜拜，上一个教训班拢会让享受到一般人想袂到的高级服务。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芬兰的赛马湖有一款罕见的海拔，赛马宽板海拔。伫当地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也有当地渔民掠鱼方式改变，互这款海拔强烈增长。芬兰即马是向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申请，甲海拔休困地列作世界遗产。动保团体用叶仔伫咧青色的围棚顶头加工，要免费分互愿意配合救濒危物种的渔民。这是芬兰的科伊卡拉村。当地的赛马湖是全世界3种淡水海拔之一的赛马宽板海拔唯一的栖地。过去几60年，这种海拔拄到绝种的危机。Ja on näitä tekijöitä, mitkä on aiheuttanut sen, että norppakanta on pienentynyt. Alkuun sitä metsästettiin, sitten tuli nämä nailon tekokuituverkot ja sitten nyt on viimeisimpänä vielä ilmastonmuutos ja leudot talvet, mitkä vaikeuttaa tätä norpan elämää. 赛马宽板海拔特别的所在是阿妈棍顶头的皮毛有一颗亮白色。经过动保另外的努力，即马全世界数量有400只，是1980年代迄当阵数量的4倍。当局也规定，面积4400平方公里的赛马湖，普通时大部分的区域拢禁止用渔网掠鱼，不过真侪民众抗议，所以即马6月底降期了，自7月开始，禁止网钓的规定就解除。因为这种海拔拢是掠白三文鱼，所以每年可能有4只到8只的细只海拔无顺利走入去渔网里死亡。动保团体就做这种围网，分互无使用渔网掠鱼的渔民。Kalastustapoja Saimaalla, jotka eivät ole norpalle vaarallisia. Ja yksi sellainen tapa on tällainen tiukkanieluinen katiska, joita ollaan talkoilla tehty. 目前赛马宽板海拔已经互芬兰甲欧盟列入濒危物种。大部分的芬兰人支持用更加严格立法来保护海拔。芬兰当局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海拔的栖地列入世界遗产，希望有更加侪人来关心注意。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日是高温烧热，过到下细日西北雨。若拜三开始，太平洋高压会减弱，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